今年的台湾世界展是伫中华举办，阁剩无10日就要来开幕啊！也毋过中华展区的管理图书馆工程呢，因煞讲11月28才会完工。这县政府回应讲，主要的路面甲路顶呢，会伫10月初5进前完成，也若其他的部分会等到展览结束才会煞落去做。工人伫大日头骹无闲赶工，咧打人行道的地砖。今年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，10月初10开幕。其中中华展区管理图书馆到艺术馆头前的人行道工程却也未完成，时间过时顶面，甚至写11月28才会完工。民众表示，这个所在为6月初时间较紧，唔知阁爱做偌久。然后这边蛮多车流量的，所以上下班的时候其实会蛮容易阻塞的。人行步道还没有整修好，我发现可能人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，可能会有所不方便，甚至在停车上面会有所阻碍，甚至在塞车。官府表示，这个优先人行空间的工程范围是为中华市的东面街到管理图书馆、艺术馆，一路通到中山国小加高粱山庙。原本预定9月底完工，但是因为7、8月的风台大雨影响，工程确实有延前。有部分路段伫世界展期间，敢来当成用旧的路面。彰化市中山路友善人行空间的这个工程，从东明街一路串联到古龙山庙。全长大概有800公尺，那主要的工项会在10月5号前完成，也会在设计展期间提供民众通行使用。台湾世界展剩无10日就要开幕，官府强调，优先人行空间的主要工程，亲像是铺设新的人行道地砖、提升路顶的光线，拢会赶伫10月初5进行完成。世界展期间会暂时停工，互民众会当好好看展览。记者杨思成综合报道。